Hello，大家又有 GameKings 遊戲之王，今日要玩嘅遊戲就係呢個皇室戰爭啦。咁呢一個就係我今日要玩嘅牌組啦，就係呢個牌組啦。然之後就而家呢，就係去到呢個位嘅，就差都距離有啲遠，就可以去到呢個第15階嘅競技場嘅。咁同埋而家就係31等級嘅。呢個陣容用嘅係公主，就係用呢一個普通嘅公主啦，就係咁嘅。咁就二話不說，直接開始啦。OK， 已經匹配到一個人啦。咁而家直接開始，直接放皮卡超人，睇下佢會點應對。佢自己放出一個骷髏墳墓，咁就攞個神射手射一下啦，再加個閃電法術射一下呢個鳳凰。等呢個鳳凰有啲口血，呢個鳳凰有啲口血，等陣先。放個皇家精靈，皇家幽靈，都係俾佢捅到個塔一下。呢個放一個炸彈塔，佢直接使用呢個閃電飛龍。我炸彈塔直爆咗，我飛龍寶寶上前，佢又開始放呢個墓碑啦，咁我即刻打走咗佢墓碑。我而家放攻城錘直衝，電一下，扣到1丁點嘅血量，唔知點解感覺就係我會輸。扣1丁點嘅血量係乜嘢鬼？炸彈塔睇下先，炸彈塔直爆咗，犀利！放個飛龍寶寶，先放一個飛龍寶寶，等先，佢復活，我十分有感覺，今鋪會輸，唔緊要。有一啲體育精神，直接打落去。皮卡超人加上神射手，飛龍寶寶，我神射手自己開始喺度射緊個座塔啦，已經。OK， 再放一個閃電法師。加閃電法術，全部死晒。攻城錘喺後邊，仲有機會贏嘅。等陣先冷靜，一啲。先練一下。雷電法師出嚟，咁我而家放攻城錘係咪有啲唔合適？有一啲唔合適的確，完全浪費咗。唔緊要，你放皮卡超人，加飛龍。直接電咗佢，一下打落去，攻城錘，直衝咗去衝，有機會贏 ，yes， 加時賽打贏咗呢個。呢一個陣容係我試過係勝率都係好高嘅，因為又可以打女巫啦，又可以打數量多嘅。咁就玩下呢個砌另外一個嘅陣容啦。
呢個主要戰力係呢個紫色巨人，佢係主要過去打塔嘅，同埋女巫都幾主要嘅。咁而家就直接開始第二鋪，睇下贏唔贏到啦。OK， 同埋順便講一講，我呢個用嘅係廚師呢個，跟住佢直接一大堆對付我嘅呢個巨人，但係呢個巨人佢只需要用3個聖水就我覺得好抵，我感覺上覺得好抵，雖然唔知實質上係唔係真係好抵，不過我自己感覺就應該係幾抵嘅。佢自己騎士，咁我直接神箭射手，跟住之後佢就唔，佢自己用巨人呢個巨人，我係個人幾討厭嘅，因為佢係真係有啲口血。跟住之後就直接向前啦，呢個神射手不停射嗰個騎士，直接俘虜守衛對面，跟住佢仲可以分裂，就好勁。我呢個神射手好勁，佢係不停射，狂射爆，超勁感覺上。啊！我神射手死咗，再加一個閃電法師。我接13打飛龍寶寶，因為廚師佢就有一個作用係可以佢可以儲夠之後，然後直接就可以將某一個英雄升1級。對面嗰個塔正灣90滴血就好大機會贏啦，應該大概。OK， 呢個巨人行上前10級，得先撳錯掣，完全唔知碌個空氣。碌咗個空氣唔緊要，佢座塔都係爆咗。撳錯掣，佢座塔都係爆咗，真係冇分別。剩翻1分鐘，頂住就贏到噶啦，只需要頂住就可以贏到。呢個頂實，神射手女巫都冇地方出，等呢個放皮卡，碌一碌。斬佢，快啲斬佢得先，要爆啦！我唔理啊，直放個女巫巨人衝啊！跟住皮卡上面俾人殺咗，揾個閃電，巨人分裂，女巫仲未死。呢個神射手射一射法師，滾一滾，再放一個女巫，放一下。就自己打落去，再加呢個骷髏軍團，閃電法師唔使直接贏咗，好犀利。咁呢，我呢係第一組嘅勝率比較高嘅，另外都砌咗第二組呢個嘅。就係超級騎士同埋野蠻人係主要嘅，然後狂戰士就係用嚟擋住超級騎士中途用嘅，皮卡都係擋超級騎士啊，同埋有時候有機會嘅打女武神同攻塔用嘅，地獄飛龍就打空中啦，兩個都係。呢個女巫就係主要係過嚟干擾人嘅，法師就打數量咁咯。呢個冇必要。咁就直接開始啦，呢個都直接開始啦。跟住之後睇下匹配到對面係乜嘢陣容先。呢個牌發一個表情，呢個牌一開始放個女巫先。佢自己開咗個哥布林飛筒出嚟打我塔，我自己開埋火球添，血虧啊！而家呢個骷髏啱啦，直接超級騎士砸落嚟，超級騎士，我等先，
頂一陣，OK，頂到。個獵人有個獵人，呢個獵人不過好遠距離，好彩佢獵人剩翻一滴血，我就打一下得，揾個遠距離嘅法師直接射一下死咗。OK，呢個法師可唔可以打佢一啲血呢？唔知應該得嘅。但係佢唔緊要，開女巫吸引走一啲，但係扣咗一滴血。睇下效果如何先，儲一儲聖水。火球，火球，直開野蠻人啦咁，加狂戰士，佢都開野蠻人，不過佢嗰10等嘅大鑊啦。飛龍寶寶唔使俾佢打啦，咁就因為我空中。睇下飛龍寶寶佢又開獵人，想點啊？又開獵人解決咁樣。佢就開女巫解決。我儲一儲聖水就一個超級騎士直接砸落嚟，獵人死咗。OK， 女巫死埋，有一個法師，我就喺後邊放一個野蠻人加狂騎士，然之後佢都放，咁我就超級騎士打一啲血先，然後再打，哇佢哋，我唔理啦，我野蠻人直接衝過去打塔，放個法師，等陣先，我個塔血量好似唔係好健康。等陣我個塔血量剩翻一啲啲，我再唔打爆佢個塔嘅話，我就要拜拜啦。有啲大鑊，女巫加狂戰士，哇！狂戰士被秒殺 ，Oh my god！我差少少就贏到啦，咁就今集就到呢度啦。我係 GameKings 遊戲之王，鍾意可以訂閱同埋撳個 like， 可以撳啷，最緊要係 share 俾你嘅朋友同屋企人睇。我係 GameKings 遊戲之王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